由会德丰地產與港鐵合作發展的黃竹坑上蓋港島南第6期，今日正式命名為 Deepwater South。讓我們一起看看現場的情況吧。港鐵站就收曬新場上港島南岸嘅壓軸巨作全新住宅項目，正式命名為 Deepwater South。好啦，大家好啦，頭先都同大家公佈咗我哋港島南岸6期嘅項目嘅命名啦 ，Deepwater South，Deepwater South。好簡單地咧，3個字咧，我相信都係反映咗啦，我哋港島南區咧，仲有一個得天獨厚嘅自然嘅景緻啦咁亦都飽覽即係成個深水灣啦、壽臣山嘅景觀啦。港島南岸眾多期數之中咧，最近港鐵站嘅一個住客咧，可以沿住港鐵啦，便捷咁行2個站就可以去到港島核心商業區啦，金鐘站。作為超級嘅轉車站咧，金鐘站直接可以連接到港島南站、港島線、荃灣線、東鐵線同埋港島線呢4條鐵路嘅，串到港九新界啦。6A 期先啦，講一講。咁6A 期嗰個推廣嘅名稱咧係叫做 Mont Bleu。咁其實咧個設計靈感咧就係源自法國嘅香頌經典名曲《La Mer》。係啦，咁咧嗰個歌曲咧就係以一個好詩意嘅筆觸咧去頌揚南法嘅陽光啦，同埋蔚藍海岸嘅動人景緻，咁就彷彿咧係呼應咗港島南區嘅翠綠山巒啦，同埋湛藍嘅大海嘅美景嘅。咁 Phase 6B 咧，咁我哋個 marketing name 咧就叫 Grandie Blanc 啦。咁 Grandie 啦，顧名思義就係更加尊貴啦、更加奢華嘅一期啦。Blanc 咧其實就係法文嚟嘅，其實即係白色咁樣解啦。咁白色咧其實一方面咧，我哋呢一期嘅設計咧，咁就係有好多白色嘅設計元素啦。另外咧，其實亦都係響應緊南法啦，同埋我哋香港島南岸啦，呢一個海天一色白色嘅呢一個元素喺入邊嘅。咁睇翻6期先啦，有463個單位，集中嘅其實都係1房、2房同埋3房嘅單位啦。咁至於6B 期咧，咁其實屬於比較戶型比較大啲嘅，全部集中嘅都係3房或者4房，只係得154個。咁如果2期加埋咧，其實都係610幾個單位嘅啫，數量唔係好多。其實會德豐集團都有至少5個全新嘅項目可以推售，咁我哋希望啦，每一季咧有一個項目推售嘅，咁去到新嘅一年啦，咁我相信首嘅頭炮嘅就會係呢個項目，咁就嚟緊嘅，咁我相信我哋都逐步啦去安排我哋銷售嘅部署啦，咁就另外一個我相信我哋嚟緊都會港鐵嗰邊去商討咧，我哋推售嘅安排，因為我哋2期咧6A、6B 咧都攞到預售樓花批文，咁我哋都想睇下市場嘅反應啦。我哋覺得適合推6A 或者6B，咁嚟緊嘅，我希望就可以配合咧下個月25號嘅財政預算案。我哋都期望可以喺財政預算案之前咧，可以落實推售嘅時間表。咁好明顯都見到啦，今年或者舊年第4季都明顯見到啦，其實豪宅都開始追落後，咁好多一啲過億嘅成交咧，其實個宗數咧都係不斷提升啦。咁我頭先都提過啦，咁喺上個月咁我哋都成功售出山頂一個獨立屋啦。咁亦都由於嗰個成交之後啦，我哋都收到好多查詢，咁亦都希望嚟緊嘅可以繼續有一啲好嘅成績啦，一啲成交同大家公佈啦。咁我哋本身其實集團裏邊今年咧都有2個係屬於豪宅嘅項目係可以推售嘅。咁包括喺九龍半山嘅龍庭里啦，咁另外一個係山頂重直道1號我哋上排屋咁亦都可以透過喺今年裏邊咧現樓推售啦。咁我自己對今年嘅豪宅都睇得相當樂觀嘅。其實如果你問翻即係所有即係測量師行或者啲大行估計咧，其實都好正面嘅。咁今年同舊年好唔同啦，舊年就大家都仲擔心估下個樓價係咪見底或者係點樣啦有冇機會即係下跌？咁今年咧，其實大家嗰個取向好唔同啦。其實已經係大家確認咗啦，見底回升。咁而家個問題就究竟升幾多啫嘛？咁坊間大家有唔同嘅估算啦咁但係整體大家都好明顯見到啦，
5至10%嚇。咁我相信今年應該絕對有咁嘅情況會出現啦嚇。咁有機會，我相信豪宅嘅幅度有機會係高過一般中小型嘅單位嚇。Deepwater South 將視乎市場反應，再決定推售 6A7 或 6B7，預計下月財政預算案前落實推售計劃。喜歡的朋友不要錯過了，直擊香港樓市，洞悉市場機遇，鎖定樓量香港，帶你親臨現場。